好多40、50歲嘅女性咧，要經歷一個特別難熬嘅幾年時間啦，瞓唔着啦，發脾氣啦，多汗啦，多疑多慮啦，記性都唔好，情緒唔穩定，好多人仲會出現全身痛啦、頭痛啦、頸肩腰腿痛啦，慢慢膝頭哥都會痛，手指手腕都會痛咯，除咗冇人痛，邊度都痛。咁喺呢個時期嘅女性咧，好多已經絕經啦，雌激素水平亦都出現咗斷崖式嘅落降。我俾大家5個建議，希望對你有幫助。第一，呢個時候你一定要注意補鈣，冇必要一定去買鈣片，我哋可以通過飲食去補充。一日250毫升牛奶啦，半斤左右嘅綠色蔬菜啦，再多食一啲豆製品啦，魚蝦蛋呢一啲。第二，去補充維生素 D， 因為單純係補鈣係冇用嘅，你要去補充維生素 D 先至可以促進鈣嘅吸收。多啲曬太陽，幫助我哋嘅身體自己生成維生素 D， 唔使錢，幾好呢？第三，堅持運動鍛鍊，你去揾一啲簡單容易堅持嘅運動，例如我哋中意爬山啦，咁我1個月先去爬1次，達唔到鍛鍊嘅效果，咁你不如每日喺社區入邊多啲行路，堅持落嚟呢，我覺得比乜嘢都重要。第四，飲食上面咧要做到少油、少鹽、少糖。更年期嘅女性對於碳水化合物同埋脂肪嘅代謝會下降，所以你會發現呢個時候女性食得其實唔多，但係特別容易體重會上升啦，本來腰都唔好啦，膝頭都痛，關節咧會越嚟越大嘅壓力，咁就更加容易磨損老化啦。第5就係保持一個良好嘅情緒，可能呢個時候家人唔係太關心你，但係我哋咧多啲關心自己，多啲諗開心嘅事。如果你覺得呢件事煩惱，就冇諗佢，同嗰啲可以令你開心嘅人多啲喺埋一齊，開心都係一日，唔開心亦都係一日，做咩唔開開心心呢？